即刻嘅參議院議長魏德濟呢，訪問台灣，佇咧大安市人民公園參加着夏維尼嘅長椅起歌儀式。這件公共藝術呢，是2條椅仔和一個圓桌啊組成的，代表着平等對話。啊，那拜三早起呢，這魏德濟也和前總統蔡英文出席着政治大學所舉辦的夏維尼對話論壇，討論着對抗威權、強化公民社會等等的議題。冊庫參議院議長魏德市甲一個政治頭人甲部顯開，講會採2條椅仔甲一隻圓桌仔，這是冊庫前總統哈維爾長椅仔，象徵和平對話的公共藝術，就設佇大安森林公園，希望透過日常的空間，延續人權甲民主的價值。Tím poselstvím je v klidu si sednout, povídat si, vyměňovat si názory a hledat řešení. A přitom nemyslet na sebe, ale na ty okolo nás. 我想這不只是一個公共藝術，更代表台北與捷克緊密結合的關係。所以透過對話，能夠相互的理解，能夠化解歧義，建立信任，而進一步的合作。所以不只是民主夥伴之間應該如此，國內不同政黨之間也應該如此。哈維爾的長椅是全國性的公共藝術計劃，這擺會永遠設佇台北，是接佇日本甲韓國後亞洲第3個點出的城市。啊，那拜三早起，為了市甲前總統蔡英文去參加政治大學舉辦的哈維爾對話論壇，討論冊庫前總統哈維爾安怎對抗威權，甲強化公民社會。還有佇面對國際局勢變動，要安怎透過下國家的對話，延續人權的價值。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on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honestly, act responsibly,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In Taiwan, as in Czech Republic, I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a powerful voic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 另外，這擺唔會點出哈維爾長椅仔6月10日進前佇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嘛會舉辦紀念哈維爾逝世甲冊魂的攝影展，互民眾體會真理甲愛的價值。記者綜合報道。